橫琴口岸通關人數喺2025年首次突破3000萬人次。往來澳琴除咗搭輕軌，就必須要透過車輛行經蓮花大橋，所以當局喺橫琴口岸前面就設置咗供唔同車輛上落客嘅車道。有旅遊巴司機就喺澳門廣場中投訴，被私家車佔用咗佢哋嘅專用車道，仲出現咗個咁嘅情況，搞到佢哋差啲領嘢啊！橫琴嗰個旅遊巴上客，我打咗交通報好多次噶啦。如果再係咁唔處理嗰啲私家車成幾廿部，幾廿部喺我哋後邊嗰度，早排先有個紅黃撞咗車，又係倒後嘅，倒後我哋就輸晒嘅，咁啊旅遊巴跌底嘅，即係咪要撞瞓低一件或者死緊一件先去正主處理嗰啲問題咧？因為佢哋啲唔係合法入嚟嗰度嘅，佢本身咧政府咧規劃咗俾我哋私家車還私家車。旅遊巴還旅遊巴上落客噶嘛，幾廿部車喺度，因為有啲細路仔過完關就喺嗰度上客啊，咁有好多好細個，即係10歲8歲飆出去中間嗰邊上客。特派員喺朝早7點到橫琴口岸現場，向聽眾提到上客區嘅位置。巴士上客區離口岸較近，見到不停有私家車駛入旅遊巴上客區嘅位置上客。如聽眾所言，唔少跨境學童都會喺馬路中間上車，仲出現私家車太多阻塞旅遊巴進出嘅情況，較少私家車就使用 A 車道，唔怪得知梁生咁無奈啦。呢度係大巴區嚟嘅，呢邊小車喺嗰邊嘅。阻住我哋停喺度上客咯。嗱，你冇睇到啊？排到1、2、3嗰啲客過嚟啊，我哋都冇地方泊啊。最後就泊翻個原位咯，即係分開大巴嘅，佢有私家車個位啊嘛嚇。到下午時段，依然有唔少私家車使用巴士車道。有私家車司機就話呢一個位較方便客人上落車，又覺得 A 車道嘅車位唔夠。但原來亦都有人係因為唔為意。呢個位就平時我安排啲朋友啊嗰啲上嚟呢個位喺度等咯，係啊，呢個 A1、A2 啊嘛，都係咁上下。但係佢嗰時係跨境巴士上客區咯，其實會唔會係 A2 咧？唔係，有時可能我哋上嚟又睇唔到啲牌咧，即係睇唔清楚啲牌。我而家停錯咗啦，咁其實 A2 區就係旁邊嘅啫，係啊，就係咁咯。咁其實會唔會話啲指示都清晰啲啊？我覺得就一般啦。其實係未轉到，或者喺度望緊行邊條路咧？有可能已經入錯咗，咁你話啲牌其實夠就夠嘅，但係就我覺得個位置可以再諗一諗咯，係啊。照黃生所講，私家車駛入嘅時候指示牌有啲唔清晰，駛入嘅時候彎都比較急，能判斷駛入車道嘅時間較短。第一次揸入嚟呢度，確實係有行錯車道嘅可能。特派員亦都留意到，喺巴士落客區出現大量通關人士上巴士嘅情況，究竟交通樞紐嘅動線有冇需要調整呢？交通事務局回覆特派員查詢嘅時候就話，規劃口岸交通樞紐平台佈局嘅時候，已經充分考慮唔同營運特點同埋乘客嘅需求，設置各類型專用車道。針對部分使用者未按規定使用平台，當局會密切關注，持續完善口岸平台嘅現場指示同埋加強宣傳，並呼籲所有駕駛者同埋行人配合。大家喺使用車道嘅時候記得遵守秩序，拗撬同埋交通意外自然都會少啲啦。睇完片之後記得訂閱頻道、留言同 share 我哋嘅片出去啊！